诈骗掠卖员出头800款，这诈骗集团内部管理嘛有新的手法。来看高雄警方发现有诈骗集团伫车手穿的外套内底装摄影机咧偷窃，主要是要防止车手乌食乌，嘛要互干部唔免伫现场监控，较袂去互警察逮捕。警方表示，未来查缉会掠更较严格。诈骗车手当要甲被害人提钱，现就叫警察抓起来。高雄一个民众因为看到有人咧招股票投资，煞去加到诈骗群组，去互骗150万。警方趁被害人要提钱出去时去抓人，结果发现到这车手的外套内面藏现金。查缉过程中的发现，该名前来面交之车手，大热天身穿黑色外套，并将拉链拉到顶端，且外套异常的发烫。明显有猫腻。外套顶悬有藏一只细只的监视器，诈骗集团因为惊车手摕到钱就走去，乌食乌，就改用监视器来监控，用这部过当免阁派干部去现场监视。秘伫咧附近的店面内底，阁会惊去互警察掌到。警方嘛表示，会阁设法来检查。最主要是逮获现场的车手，那困难度的话，可能是增加我们要查缉上游车手的一个困难度。目前高发还是以假投资、游戏点数诈骗这一类的居多。那这部分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查缉的部分。诈骗集团愈来愈畅手，诈骗的手段一直咧变新，警方是唔敢大意，警察局嘛拢加强巡查，不过强调还是要提醒民众，莫去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骗去，若有疑问，会当靠反诈骗专线来查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